係有富豪、小偷、警衛同埋按摩呢4個角色。警衛咧就會有10蚊人工啦。咁如果咧係小偷同埋富豪同時間出現嘅咧，咁小偷就會偷晒啲錢啦，富豪咧係1蚊都冇嘅。咁如果咧係小偷、富豪同埋警衛同時出現嘅咧，咁小偷咧就係要向警衛罰5蚊啦，咁富豪咧就係可以分到剩低嗰間房入邊嘅財產嘅。咁咧係有5間房啦 ，A 房咧就係50蚊 ，Boy 同埋 C 房咧就係30蚊 ，Dog 同埋 E 房咧就係20。我做埋你哋猜啦。全部係邊碼？角色同埋邊間房？即係好緊。我哋揀緊你嘅角色同埋邊間房？依家咧係會公佈你哋嘅決定嘅。富豪 Kisela， 你係揀咗 C 房嘅。係小偷係包括 Lam 多房，Mia 都係小偷多房，未來都係小偷多房。警衛花 A 房 ，A 房係呢個嘛？係啊。之後係3個魔，惡魔霸菜惡魔幫人揀咗 E 房，惡魔過程係揀咗 Boy 房。嚇死我啦！最後一個惡魔霸菜，佢係揀咗 A 房。係A 房嘅花咧係已經俾惡魔殺死咗。我係唯一個正義人，係我死咗。花係被淘汰嘅。我一擘大眼，佢哋3個已經係。Kisela 咧係獲得佢間房嘅30蚊啦，60分。然之後3個小偷咧係各自獲得6分嘅。好嘢，好啊！最多錢嘅人類贏。係啦。如果咧你死埋，佢哋已經贏緊㗎咯唔係你哋避開咪得咯？你想唔想去翻人類邊 cat 㗎？喎。呢個咪就係霸總思維嘅思維。好啊！你係想揀邊間房？係咪敗咗佢哋？我請開眼，你係想揀邊間房 ？OK。Kisela 開眼。好，你係想揀邊間房？好，揀邊間房？你想揀邊間房？咩係問你？你想揀邊間房？你都最後一個啦，唔緊要啦，我讀出嚟㗎啦。未來富豪 A 房，Mia 富豪多房 ，Lam 富豪 E 房，之後係小偷 Kisela A 房，之後係惡魔白菜 A 房。落情 C 房。我已經講過，都係E 房。加油啊！我又要攞。Kisela
靚靚都係死亡啊！嚟打。然之後係得翻3個惡魔同埋1個人類，最後一 round。加油啊！係最後一 round，最後一 round 啦。減啦！食粥食米就靠你啦。減啦！全部係飛馬，全部係飛馬。好由霸賽開始，你想揀邊間房？我想揀邊間啊？係。OK，攞齊。幫佢哋搞豉油。OK，幫你揀。OK，好全部開眼。今次會由惡魔開始講先嘅。惡魔霸賽係 C 房，惡魔樂情係多房，惡魔威亞係 E 房。開幾咁重最後嘅人類 Mia 係選擇咗 A 房啊！